第5章，嗨啊，恁这个富足的人啊，应该啼哭大吼，因为特别有苦难临到恁的身顶，恁的财物歹啦，衣服也互虫咬，恁的金银拢生鲜，迄个鲜要证明恁会毋对，搁要食恁的肉，亲像火烧。恁伫这个末世，只知影积聚钱财，工人甲恁收割五角，恁亏欠因的工钱，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迄个收割的人的怨声已经入万军的主的耳孔。恁伫世上享美福，爱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，竟然骄养恁的心。恁定义人的罪，将伊杀害，伊也无抵当恁。兄弟啊，恁着吞忍，直到主来。看，农夫吞忍听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抵到得到秋雨春雨。恁也着吞忍，坚固恁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兄弟啊，恁毋通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，审判的主徛伫门前啦。兄弟啊，恁着将迄个先前奉主名讲话的正先知，当作为受苦为吞忍的模样。迄先前吞忍的人，咱称因是有福气的。恁听过约伯的吞忍，也知影主予伊的结局。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有慈悲。我的兄弟啊，第一要紧的是毋通起咒詛，毋通指天起咒詛，也毋通指地起咒詛。无论什么罪，拢毋通起。恁讲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免得恁落伫审判的下面。恁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伊就应该祈祷；有喜乐的呢，伊就应该歌颂。恁中间有破病的呢，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。因通奉主的名用油抹为伊祈祷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迄个病人。主的确互伊起来，伊若犯罪，也的确得到赦免。所以恁着彼此认罪，互相退求，互恁通得到医治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甲咱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伊恳切祈祷，求毋通落雨，雨就3年连6个月无落伫地上。伊阁祈祷，天就降落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我的兄弟啊，恁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互伊挖倒转，这个人应该知影，互一个罪人对迷路的顶面转回，就是救一个灵魂无死，并且遮砍真多的罪。